会舞团结合民俗技艺，舞动15米长的火龙，搁坐龙舟，伫台南运河就建水火共舞，场面相当震撼。火焰台南。台南龙舟赛举办到今，已经超过300档的历史。伫比赛开始进前，市长黄伟綽依照鼓励，这工敬告天地神明，祈求各工的赛事圆满顺利。在看热闹、看门道，喜欢龙舟的、喜欢文化民俗活动的，通通都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。今年有97支队伍，2000外位选手参赛，竞争相当激烈。伫赛事期间，虽然有落雨，但阁民众相当热情，伫5日节来到安平观赏比赛。同时，舞台区有舞蹈表演，场边也阁有超过100台特色美食。人潮满。一个很漂亮的香包。我们的芭乐是有产销履历，所以不会有农药、重金属残留。这个是以前庙会做那吃得到的1甲子以上的历史了。闭幕典礼之天，市长黄伟綽嘛特别亲自颁奖，予龙舟赛得奖的队伍。除了祝贺以外，嘛小祝大家明年再会。同时，预告伫后半年会举办一连串的体育活动。带领大家感受台南400档以来的体育风华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